下一个办法，下一个是。
出来。
记。还有时间20分开始。我把手机本来等一下，那是手机小的东西。对，这样就是这边另外那个把时间更没有，是要超紧张。这是咱要来今日的礼拜，请奏乐。我要摇到黄山，我的房山是对打落来。我的房山是对摇花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拍腰纸，保守你的的确无拄赢，保守你的是摇花，摇花伫你的正面做你的印影。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也无害你。摇花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摇花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这是咱的人圣诗，圣诗47首，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尊重。
的改变来做咱的信仰告白。圣诗的头前面，心的改变，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个，也是后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即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愿以心的改变，互你，就是你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三听，恁嘛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时，咱下头来祈祷。愿敬听天父上帝，愿即时，愿兄弟姊妹同心伫这个安息日，阮用线顶的敬拜。来敬拜伫你的面前。虽然阮因为疫情的关系，阮袂当来到你的圣殿来组织敬拜，总是阮知你有缘甲阮每一个人同在，用你的圣神，用你的圣灵保守阮每一个人，互阮每一个人的心天朝伫主。阮感谢你。阮也恳求主，阮日常，阮若有任何的惊答，也是讲话，愿得失主你，阮恳求你赦免阮。阮知，阮人自早到现在，阮不断伫犯错，不断伫恳求上帝，你对阮的赦免。阮对上帝的信心无够，阮直到阮人面对即马所有真大的挑战，阮大环境的变迁，甲大环境所变迁以后所带来危机，阮知，阮人所拍拼努力，阮的研究来避免者，拢是暂时的。只有主，你大官能的气力，甲你的圣神的帮助。才会通，互阮阁有新的愿望、新的开始。也只有阮人悔改伫主你的面前，阮才会当得到主你的救赎。愿你看顾阮每一个人，也看顾每一个受灾害的城市。实在是即马受灾害的城市，实在是非常的多。愿主你看顾因，愿主你也保守因的心神，愿主你安慰因。主啊，恳求你，用你的圣神、圣灵按因为你的实报的。愿即时的敬拜，感谢主，你拢甲阮伫地。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的圣名，阿门。即是咱来献开圣经，圣经台语汉语本，彼得前书5章60到11节，第270页。彼得前书5章60到11节，台语汉语本270页。即时我来恭读，所以着家己谦卑，伫上帝大气力的手下，互伊到时高升恁，恁用凡所挂虑的交付伊。因为伊关心伫恁，着积极，着警醒，恁的对敌就是魔鬼，亲像狗的狮，四界行，伫找找所会当吞食的。
恁对神坚固，着抵挡伊。在恁众兄弟伫世间也经过安尼的苦难，搁万项稳定的上帝，也就是捌安尼伫基督吊恁，得着伊永远的荣光的，伫恁暂时受苦的了后，家己要互恁招庄坚固勇健，关灵归伊到代代。阿免。以上正道，请林牧师伊的题目是甲神做伙面对。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请咱做伙三角来祈祷。至尊至圣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看顾甲带领。阮一早起，阮逐人拢有感谢袂完的恩典，让阮先感谢主，祈求保守阮平安。伫即个时，逐人也通伫线顶做伙组织，做伙来敬拜耶和华上帝。即时，阮也通邀搁伫主的面前，为着阮的兄弟，有人肉体欠安。特别为东某兄，伊敲电话来，即马伊有较精神，着拜托，求主看顾，愿伊接续落来一年日、日日有平安顺遂，愿主开阔伊的心，互伊虽然年老歹行动，也通过网络，通过其他的安排，通好来开拓伊的心智。愿主保守带领，教会内底有兄弟也袂主风声，有的人嘛已经主风声。伫这个中间，阮先感谢主，因为大部分有听到别人副作用，有的人甚至是无副作用。主，阮先感谢你。同时接续落来，教会不只是台湾。英国的教会也好，真侪教会开始面对国家疫情开始解封以后，逐人要搁恢复转来教会，这病毒确实，阮面对的时阵，除了小心、小心、搁小心，阮也爱抱着今仔日圣经经文内底所讲，当年彼得即个门徒伫你身躯边所学着，谦卑面对，因为确实。人是家己毋捌，也是甚至毋知影的难处，阮无法度展现出阮的厚，所以阮也只有求万限宽容的天父上帝，保守带领。阮在世间的基督徒，不管阮外出，还是迄个打扰，拢通平安顺遂。主今仔日，阮也要按圣经内底三角来探讨主的话，也愿主。保守带领，安尼祈祷献上，一切拢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今仔日的经文段也是彼得前书5章第6节到11节的经文段。这段经文段可能咱看台语圣经，也是讲咱也一厝有学本圣经啊，的兄弟，你肯定看就知影，这规段拢是比平常时。咱逐工知影赖顶头，大家足爱引用的经文段。这段经文是当年耶稣的门徒彼得，这个粗鲁人，伊是甲耶稣每一日的生活内底所得到的经历，记载一只。当年彼得伊回想，伊甲主还搁咧传道理，甲主搁咧开讲、搁咧讲话的时阵，伊的言论，伊想起来，确实伊真正介直接，而且伊嘛亲像，较啥拢无想过，就安尼甲伊讲出来。当然，伊嘛通过迄3年，甲咱的主耶稣基督做伙生活的经历内底，彼得学习到面对人类、面对神，甚至头才有讲到，面对病毒的时阵，人类毋是搁干那咱基督徒，是整个的人类。咱拢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因为一日日的生活内底，拢是有耶稣基督，
有天父上帝伫陪伴咱过每一日。所以，即个中间面对这世间变化一切，都毋是干那咱人。如果若只有干那咱人，今仔日我会当甲大家保证，咱绝对买袂着疫苗，因为今仔日大家拢干那想要趁钱保护家己。有风险的国家，因嘛绝对袂甲遐物件卖出来，因绝对会先照顾家己。所以，一只陪伴咱，不管是光明的时、阴枵的时，会当甲咱斗阵的，也只有咱的天父上帝。所以，一只面对人，也是讲面对神的时阵，比得一只留下真好的见证。彼得前书第5章第6节到第7节，圣经经文直接咧讲，所以着家己谦卑，是上帝大开力的手下，互伊到时完成恁。恁用凡所挂虑的，交付伊，因为伊关心着恁。本的圣经是咧讲，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第7节，这大家拢会。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这句话会互咱想起一个问题，就是即个人世间，啥人会顾念关心人？当然，这句话迄是一句真大的话，因为一无共年岁的人听起来，心内底绝对有无共款的反应甲想法。比如讲，用一个学生囡仔来讲，学生囡仔若听到即句话，世间有啥物人会当关心你？这对囡仔人毋是问题，因为伊一学校老师爱甲顾好，一厝做爸母的爱顾好，去补习班的补习班老师嘛爱甲顾好，甚至即摆的爸母疼囝，都含走去外口买一个物件，咱嘛会互伊手机随时有问题会当甲咱联络。所以即句话是细汉囡仔听起来绝对毋是问题，因感受袂到即个问题内底，个互人更较深入去思考。总是若年岁愈来愈大的人，相对若听到即句话，心内底会有真侪款无共款的感觉甲想法。难免有的人会感觉孤单，有的人会感觉寂寞。所以，这嘛是牧师平常时来甲大家交代。你著爱甲你的丈夫，也是讲甲你的牵手，也是甲你的细囝照顾好，就是安尼啦。阮是基督徒，咱是世间的年纪，毋是干那2-3日久，咱数十年的生活拢一只。咱比人较幸福的所在就是安尼，因为有当时亲人离咱远远，总是咱有一个耶和华上帝。咱的信仰，咱的神，甲人完全无共款的所在，就是民间信仰的神是你爱去找伊，但是咱的上帝是伊会找人，会主动找人，会呼召人的神。所以基督徒一家己的生命内底，形成有一个神咧关心你，咧顾念你，咧甲你照顾。所以圣经毋只加一只彼得，通过甲耶稣的生活，伊一只咧甲咱讲，因为有神甲咱做伙面对，所以我们可以将一切的忧虑交付给上帝。第二就是恁用凡所挂虑的交付伊，因为伊关心咱。但是是即个交付，也是讲咱基督徒像你讲的交托。即内底咱家己爱面对的，就是一个交托互上帝的态度。用啥物态度？圣经嘛甲咱讲，用谦卑。和合本的圣经是讲自卑啦吼，共款拢是谦卑的态度来面对上帝。即个态度真要紧，因为到现主时，较早咱用咱教会历史来看，较早中古世纪的时阵，教会界嘛捌停止聚会。迄个时阵，全会当讲欧洲地区上严重，因为因面对鼠疫啦，天花鼠疫，就是咱咧讲的乌死病。迄个时阵，大家拢毋知要安怎面对，甚至有当时有个国家认为得到迄种病是上帝咧甲你咒诅，
迄拢毋是正确的想法。你想上帝就甲咱救助，是因为迄个时阵咱的医学确实无发达，无有风邪吼，像咱即摆出世，就种一个牛痘嘛吼，迄就是你闪过天花鼠疫。所以伫迄个时阵，人面对这家己未理解的时阵，爱用啥物态度？较早的人用谦卑、谨慎，搁较小心的态度，因为伫迄个时阵，通过信仰知影，人面对神，都爱谦卑小心。若面对这病毒的，家己嘛是共款，爱谦卑小心。这个态度，毋是干那咱基督徒有。咱若看即马咱现主时台湾的医护人员、医生、护士，有真侪医生、护士，伊会专门照顾一家好病房，因是专门照顾得到这武汉肺炎的人。伫即个时间点，因拢知影，即个病毒真够烧活，所以因一日日的工作环境内底，因更加爱保持小心甲谨慎。嘛，因为安尼。是即种态度的下面，咱台湾今仔日才有法度保存遮尔好的经济实力，总是接续落来，咱爱面对的共款。咱的日日的生活内底，咱嘛爱保持即种态度来进入你的生活，嘛进入你的信仰。所以牧师才一直强调信仰生活。信仰是甲你的生活绑做伙，毋是你的生活去绑你的信仰，安尼迄就无共款去咯。所以一只圣经一直甲咱提醒，要爱谦卑面对人，嘛爱用谦卑面对神，因为会陪伴咱的是咱的耶和华上帝，会陪伴咱一世人的是咱的耶稣基督，会时时伫咱的身躯边甲咱斗相共的只有圣神，总是。因为就是安尼，所以上帝毋才会讲出圣经即句话，因为伊会陪伴咱一世人。今仔日若换做你做上帝，你逐工陪伴的人吼，逐工拢闷闷不乐，安尼由头到面，你陪伴到后来，你会安怎想？所以上帝是神，伊是真正的神，毋才有法度讲出经文内底所讲的。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伊顾念咱，所以这个时阵，咱要甲咱的忧愁也好、挂虑也好，交托互上帝。这个交托，咱就有一个合适的功课，爱三角互相培养。这嘛是因为，这嘛是信徒爱做礼拜的所在。因为有的人确实看起来，咱人因困难的时候，生活了嘛真快乐。人因快乐，有的人在长好的时阵，较会感觉起来拢由头到面。所以这内底有一个交托的功课，一只。当然，只要是人类啦吼，这毋是讲限制一基督徒，只要是人类，逐人拢一定有交托的功课，爱学习。当然，这有的人来做牧师就是安尼，因为牧师人吼烦恼东烦恼西，按有头毛烦恼甲无头毛。这就是大家拢咧学习的一个功课。当年彼得咧写彼得前书的时阵，迄个时阵罗马帝国发生一个代志。这个时阵罗马皇帝是尼禄，这位皇帝吼真疯狂。这咱有历史的人听到这两字就知影。这个皇帝有一日吼，伊想到一区一片地，迄片地吼拄啊好是一寡好野人，人因的厝、因的花园。逐个吼烧，就性质较近嘛吼，逐个就拢住伫迄个所在。所以迄片地吼看起来就真水，因为有特别即个造景过。即个皇帝看到以后，迄人伊嘛想要买，伊想要买吼，同时阵皇帝嘛吼，我会当甲你征收毋过爱开钱，伊就阁无愿意开钱，所以呢，就半暝吼叫伊的迄兵去甲人放火烧厝。结果一个烧吼，煞烧5日，甲迄片地全部烧完。迄片地有偌大片呢？大概就是咱中山区啦吼，包括台北迄边安尼。规个共烧了去。烧5日，当然当时大家一定是无欢喜，就要求皇帝爱掠出放火的人。这代志就皇帝做，皇帝哪有可能承认？所以呢，当时吼，这尼禄就真夭寿，
伊就想着一个理由，就是呢，迄个时阵基督教会渐渐是罗马兴起，伊就安插一个罪名，讲迄拢因基督教、基督徒害的，是安怎呢？因为因基督徒看袂起好野人，因拢足讨厌好野人拢无做善事。即个罪名你讲出来你若好野人无做善事的，一个就得着你的心嘛。皇帝就是安尼，当然人嘛共款，若一个白贼讲落，就爱甲即个白贼当作真的。既然都遮受灾祸有甲咱回应，就开始假来当作真的嘛就按罗马开始掠基督徒，就形成咱基督教会历史上上有名罗马皇帝迫害咱基督徒的时间。就一路按罗马掠到耶路撒冷，就是即个时阵，彼得因拢是耶路撒冷。罗马人开始要来掠的时阵，即个时阵彼得心内底肯定真忧愁、真挂虑，因为一只做耶稣的门徒面临到信仰上的生死关。因为人来甲你掠的时阵，人一定甲你问嘛你是毋是信耶稣的？若是，可能性命就无去。若毋是咧，可能佫会活落来。若安尼，当你面对即个问题的时阵，你要安怎烦恼即个问题？所以，即句话的背后，当时彼得心内底压力真正是生死关，所以伊一只还佫法度写出第7节所讲的：恁用凡所挂虑的交付伊，因为伊关心伫恁。国语就是你们将一切忧虑的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一只彼得家己最后的愿望放伫上帝的心上，因为只有神才有法度关心咱、带领咱。特别是平常的时阵，也是讲是平安的时，也是危险的时，也是讲人刚好的时，也只有神会伫咱的边仔陪伴咱。所以面对遮的一切，有神甲咱做伙担当的时阵，甲咱做伙面对的时阵，咱人的态度开始甲伊聊调，因为安尼你才会当久长享受落去。第8节、第9节才开始，圣经就甲咱教导要安怎久长享受落去。第8节才讲，着节节着警醒，恁的对敌就是魔鬼，亲像好的狮四界行，找者所通吞者的，恁对神坚固伫。着得当伊在恁众兄弟一世间，也着经过即样的苦难。而合本的圣经是讲，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圣经直接甲咱讲，咱基督徒不管是啥物时阵，拢会当将挂虑交托互上帝。挂虑交托互上帝以后，接续落来，咱要怎过咱的日子？态度就拢一只，有准则就是有准则，着警醒。对信仰爱坚固。你着通好抵挡遮一切的困扰，上帝互咱会当将挂虑的代志交托互伊，伊就是要互咱生活了较自在、较安宁、较平安的，毋通时时安尼惊甲头，亲像互石头缀甲喘袂过气。所以交托挂虑的代志交托互主以后，得着主的斗相共，一只看起来，咱嘛爱谨守本分，爱警醒。较早无需要袂读神学院的时阵，也共款，甲兄姐咱拢奉请。有一届私底下甲同事开讲的时阵，这同事咧讲，这较早无贷款、无厝贷以前，即摆少年人拢真爱讲经济自由嘛伊的经济是真自由，爱买地就买地。但是即摆有厝贷以后这翁仔某两人会面对真侪问题。第一，翁仔某敢敢生；第二，敢敢出国去佚佗；第三，就总讲你着足拍拼啦车马啦，出去佚佗的时阵，你爱安怎？伊油钱爱算偌好啦愈食的钱爱阁算偌好，啥物货拢爱算偌好，拢袂当加开。
安尼听入来吼，确实有影，这威胁走出来，这厝代真麻烦，无处理袂使。接下来大家拢会烦恼，像迄阵当初伊的烦恼就是，若临时无头路吼，贷款2、3期无缴，即声伊就真烦恼，毋知银行也是法院吼，就一个查封令来，甲咱大门搭咧，即摆车也用掉，伊厝也无法度入去，安尼吼，真正所拍拼拢袂去。所以安尼听来，即个同事伊的贷款就变做伊身躯边会损害伊财务自由的迄只屎。迄只屎吼，拢是伊的身躯边安尼踅来踅去，互伊真烦恼。总是讲到遮，咱拢知影，要解决即件代志，要安怎解决？就圣经讲的嘛吼，第一准则钱毋通乌白开甲经济嘛吼。钱若开过头爱安怎？爱守嘛吼，过来就是咱咧讲的，爱经收本分。就老老实实，该做息的时候做息，该还款的时候还款，甲债务还清，安尼吼，大家拢平安无代志。因为银行的人吼，嘛无爱一工到去查封你的财产，迄对因来讲业务嘛真济啦吼，是一个真麻烦的工作。所以一只经收本分，听起来这真无聊。嘛真古的一个道理，但是这是一个上老实、上实在的真理。圣经内底有真侪国王，因拢无爱收本分，足奇怪。咱会当来听《列王记下卷》18章，遮会记载，这个时阵南国犹大的国王是第13代的国王希西家当伊坐王位。其实希西家王伊是一个好王。因为伊做耶和华目睭看做好的事，伊一开始做王的时阵，人伊就较紧25岁做国王，就较紧教会也是讲耶路撒冷的圣殿就进行宗教改革，将遐吼奇奇怪怪的异象拢插头红啊、偶像拢甲搬出去圣殿，甲遐假的祭司、假的神棍啊拢甲搬出去，毋准因搁入来耶路撒冷。接续落来吼，伊就安尼扶正祭司恢复礼拜，以色列人拢搁回头来信耶和华上帝。总是即个国王吼，人就是安尼，为人是做好事，但是天生家己有一个欠缺的所在。到列王记下卷20章第1节的时阵，圣经甲咱讲，即个希西家王真可惜，伊天生体质歹，寿命无长，25岁做国王。29岁开始破重病，到后来有一日重病真严重啦。先知以赛亚受到上帝的启示，上帝甲以赛亚讲：你着爱去甲国王讲上帝叫国王，你着爱设法你的家内事。到遮应该大家拢听有，因为你要死，袂活。即个时阵，国王听到先知安尼甲讲。伊就面越过壁，大喊，嘛甲上帝祈祷，伊甲上帝祈祷讲吼，这圣经顶头记载哦，伊讲上帝啊，求你纪念我，伫你面前，我是怎样存完全的心，照信实来行，搁做你看做好的，经收本分。即是祈祷到遮，证人伊边仔上先知以赛亚因就拢摕出去，因为国王伊好。就安尼，伊一喺祈祷的时阵，以赛亚伊就开始往兜开始行去。行到半路的时阵，上帝去甲先知叫转来。上帝甲先知讲吼，你着转去甲以赛亚讲，上帝吼要加添伊15年的寿命，毋通伤欢喜。为虾米？因为过几日啦吼，亚述帝国的军队着要来攻打耶路撒冷啊！你嘛甲国王讲，叫伊毋免烦恼。即届上帝家己会亲身出面保护耶路撒冷。当时先知就去转去，甲这话讲互患重病的希西家王听。听，因为佫患重病嘛，伊无法度做代志。确实剧情拢照上帝安排。几日后，亚述帝国的军队真正出现伫耶路撒冷。当时上帝嘛出面找派天使出来。拍赢18万5千人的亚述军队，
保全耶路撒冷平安。到遮来开始剧情就有变化哦。咱若听见上帝自古以来，人伊拢照品照行，伊开始嘛照顾希西家王的病，互伊好起来。结果咧，我想剧情咱应该嘛译会出来。希西家王一个好起来以后，伊无继续经受本分，人就开始骄傲。迄个时阵，上帝拍赢亚述帝国以后，消息四散去。四散去以后，这边仔佫有一个女强的巴比伦。巴比伦王巴勒旦，伊就毋相信，哪有迄神会帮人相战呢？伊就派伊的囝千里迢迢，迄真正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假无伊啊讲要甲希西家王讲要甲你祝贺啦讲你病好，佫得到15年的岁寿。这做王的人拢无敏感度，迄外国人拢知影即件代志的时阵，是换你爱紧张。伊就安尼听着人甲报一个尾流煞翘起来，接煞就带即个王子去看看讲伊是安怎拍赢亚述帝国的军队，就带伊看因的武器啦、军队啦粮草啦、粮食放的地安怎有诶无诶，拢甲即个王子讲甲一清二楚。当时即个王子看了后心内底大欢喜。3更半暝就较紧写一张花，互因老爸，讲较紧的来帮耶路撒冷，因为因好夜到要死。就安尼无偌久，伊写花出去的时阵，先知嘛是迄个时阵得到上帝的启示，上帝较紧叫先知去甲希西家王讲希西家王因为伊无谨守家己的本分。南国犹大的儿子阮南国犹大就是希西家王即代，全部的犹太人，互人掠去巴比伦做奴隶，国家地乱。确实嘛，照上帝所讲，无偌久，因巴比伦的军队确实就真正走来到耶路撒冷，从此开始南国犹大帝国，犹太人全部互掠去巴比伦做奴隶，安尼应验上帝的话。一只来去看，人不管你个人也好，因为一个人你会当影响的代志真济。像咱的市长，甲咱讲咱台北市的有风社迄莫德纳存足济，咱心内底一定会无欢喜。总是咱会当看出一个人会当影响众人，所以一只嘛毋通看轻家己，你嘛会影响真济人。所以按遮搁爱进一步来讲。一个人，也是讲咱家己面对人、面对上帝的时阵，咱家己的作为一定爱谦卑。即上帝大开咱的手下面，着准则，着谨慎，也着对信仰坚固。因为遮一切，当年希西家王伊所得到的荣耀，迄其实拢是上帝予伊，伊也无出着力。总是人无尽本分的背后，就会像希西家王共款。伊连含一个国家拢守袂牢，所以安尼真无彩。上帝甲伊做伙面对，伊煞无法度甲上帝做伙面对伊的未来。安尼嘛无彩，上帝佫加添互伊15年的年岁。所以后续圣经的经文第10节才开始，而且你讲，佫万行恩典的上帝，就是捌伫基督了恁得到伊永远的荣光的。伫恁暂时受苦了后，家己要互恁招钱，坚固勇健，欢迎归于到代代。阿门。这咱和合本的圣经，其实咱嘛真识。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是：那赐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段经文就直接甲咱讲，咱每一个人的生命经历，毋是干咱基督徒啦今仔日彼得前书这段是相对全部的人类所讲的。每一个人类，每一个人，咱的生命经历内底。每一个人一定拢有伊无法度拆免的苦难，
啊，那咱基督徒就是讲上帝甲咱试炼嘛吼，总是即个中间，咱会当借着信仰，借着甲咱逐日陪伴咱的圣性也好，也是讲咱的主耶稣基督，一日日的生活内底培养家己有好的信仰生活，用生活带动你的每一日。这背后得利益的绝对毋是干那你尔，因为迄世界王一个人无守本分，国家无去，所以你若守本分呢，该起个你的家、你的家族，啊若无嘛讲影响到家己的某、家己的丈夫，嘛会共款得到美好的果效。同时间嘛是即种无法度避免的苦难，也是讲试炼内底，上帝也是即个中间，你培养咱的信心。互咱对信仰得到更较坚固，是即个中间拢有上帝奇妙的作为。结尾来讲，咱的主耶稣基督，伊肯定是陪伴咱一世人的神。基督徒受主呼召出来以后，为着伊做工，其实咱的主日日拢去分享伊的荣耀，嘛希望通过这荣耀，互每一个人日日拢通喜乐、健康、平安、坚固信仰，免拄遐无必要的挂虑，所以最后嘛用这平安稳定主来坚固咱的信仰，这是基督甲咱做伙面对的痛甲稳定。这嘛是特别耶稣的门徒彼得这个粗人，按耶稣基督遐所得到实际的稳定，到伊危急的时阵，伊也有缘安尼交托。当然最后嘛愿咱现代基督徒，咱重正教会的兄弟。当你享受基督稳定的时，就来去这归荣耀宽仁，互咱的救主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今日我就安尼甲大家分享，咱做伙来祈祷。因为上帝，我感谢你的保守甲带领，是即个日。当年彼得危险的时，伊知影归荣耀宽仁，互天父上帝你，直到永永远远，因为阮受着。阮献出阮家己，阮若永远献互你，阮就永远甲你同在。啊，望愿主保守带领，接续落来，下日每一个人拢通得到主的坚固。不管是一信仰长处，还是一日常的做事，也拢通得到主的保守。啊，嘛愿主继续去教阮面对阮的未来。有主的保守，阮就无惊吓，通坚固，通保全。阮直接安尼祈祷献上，一切拢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念圣诗。圣诗106首，有含阳光甲学乐。圣诗106首。无限阳光甲
一道香烟，莫寒烟更大个，莫非留住金坤，高山那的花香香，这对谁家最困？这时，我来报告。咱小会甲中级会决议，伫8月初1，咱要恢复咱的实体礼拜吼。咱望咱的兄弟来转来教会，踊跃转来教会来敬拜。第二，教会下主日8月初1上午10点吼，同款吼，咱邀请咱各兄弟转来咱教会礼拜，分享主的恩典。入教会前，请按指挥中心疫情的指挥中心规定吼，咱在戴口罩，在扫 QR code。若无法度扫 QR code 的人，则请人来甲你协助用写吼。这咱拢有一个机制，无要紧吼。来，咱则来甲指导。知影的人，咱就守即个规矩；毋知影的人，你来问吼。第三，咱来喷酒精。测量温度，咱教会即摆设一个机器，你酒精温度就使家来测量，吼，这真方便。第五，咱来梅花座入席，吼，咱就是配合防疫中心的规定，所以梅花座入席的话，咧座位上若阁有变动还是惊动的，请咱大家小忍耐一下，吼。一旦疫情若较缓和的时阵，咱就当阁回归咱古早的款式。以上咱阁来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谢谢。今仔日真感谢徐王长老吼，会当前来甲咱聚会，一只心甲多谢，谢谢。愿主纪念伊的心得。即段期间，咱教会其实会务吼有几啊项代志，就是讲咱后壁的水沟吼，临时阁有市政府啦吼有来迄个勘验啦吼。即摆咱若后礼拜有转来教会，咱若有机会经过咱后壁迄水沟吼，人因景州街即边的店家吼，人因后壁拢收甲足清气。准备就是要等即个迄个后壁卫生下水道的工程吼，若开工，咱教会后壁遮迄个灶骹就会当接管接出去外口。伫即个中间大部分拢是占技师吼，伊若有听到，还是讲知影时间，伊就是手头的工作，伊就家己的工作伊会办的，来教会遮处理遮的代志。嘛真感谢占技师。当然，即段时间，伊嘛是只帮咱教会是线顶礼拜安尼巡会10届啦吼，真正巡会一轮去啊，嘛愿主纪念伊的心得。第8项就是讲，咱即届教会财团法令嘛到期，因为旧年度应该是讲今年年初公布的新的法律吼，有真侪修改的所在，所以今年吼，咱都牧师来的时阵，拢是顶福即事理办遮的代志。今年吼，真正新的法规修改真济，安尼顶福即事就真济摆教会区公所安尼走，走到后来人伊嘛是爱上班嘛吼，就袂当叫人袂当做代志，所以安尼即届安尼办来办去，总共安尼开2个月的时间，终于啦吼，即个月本月20日拜二。是地方法院摕到咱新年度的财团法令证书安尼，一只嘛感谢后即事的心得，愿主纪念。第9项吼，这甲咱大家较亲近有关系啦吼。即马疫情算降级啊嘛吼，开始有的人想要外出，嘛因为最近风台打走，我咧想即礼拜加减咱拢会出去，但是无出一只甲大家提醒啦吼，咱台湾的山势。甲咱的开发，咱算过度开发的国家，所以咱若
风台走大风雨过以后，咱若要入山区，也是要去海边，请咱爱小心啦吼，爱注意遐个状况，才较通去安尼。好，再有最后一个补充报告就是后礼拜咱下礼拜后会召开小会甲中级会安尼。迄个我的补充报告到遮。因为咱后礼拜已经恢复咱的实体礼拜吼，所以咱司会是后顶副执事苏婷是张秀婷执事，请咱大家来注意咱的事工的分配。这是咱来公道，咱为着咱教会牧师长职甲咱的同工来祈祷，为着咱家己的家庭甲咱亲人的灵命成长，咱来祈祷。落实咱个人的家庭这段合一去信用，也为着咱教会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咱来代祷，愿主基督的圣手来医治因，互因会当紧紧来恢复因的健康，尤其是史可美组我我念伊的名较怪怪，伊的骹会疼幽怨。也是真疼请特别为伊来祈祷。搁拄啊，牧师有讲过，当无兄有拍电话来咱嘛爱为着祈祷为着国教会，咱台湾国教会要恢复实体礼拜，咱的准备的工作，咱来代祷一切拢来真顺利。也为着我拄啊所讲的，真侪国家，德国、中国、水灾。火灾美国咧烧火加拿大也是，迄讲的火灾嘛是真奇怪，迄温度悬到人会壮士会死去每一个所在拢是真死真侪性命咱为着遮个灾祸，咱来祈祷咱即时来公道。咱来吟上行512首，上行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Amen.
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灵的相通，对即时感之地，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列岛智慧